大家好，好開心又同大家見面啦！今日帶大家嚟西班牙最古老嘅大學城薩拉曼卡 （Salamanca）。因為西班牙歷史上面受到阿拉伯文化嘅影響比較深，所以阿拉伯式拱廊其實係西班牙庭院嘅一大特色。你睇下我哋面前呢個拱廊，翠綠色嘅藤蔓纏繞埋一齊，形成咗呢個咁靚嘅拱廊，可以話係完美咁樣將人類嘅創意同大自然融合埋一齊。而我哋穿過呢個拱廊之後，就正式踏入薩拉曼卡呢座老城。薩拉曼卡被稱為西班牙嘅黃金之城，主要係因為呢度啲建築全部用當地特產嘅赤砂岩嚟起嘅。當日頭曬住陽光嘅時候，成座城都會好似黃金一樣金光燦燦，真係名不虛傳。薩拉曼卡老城係古羅馬貿易路線白銀之路嘅戰略節點，街道保留咗中世紀嘅佈局。而家街巷兩邊主要保留嘅係15、16世紀時期起嘅建築，主要有哥特式同埋銀像式風格。講起銀像式風格，其實就係用石頭雕刻出好似銀器咁精細嘅花紋。今日我哋嘅行程將會見到好多呢種風格嘅建築。繼續往前行就嚟到咗薩拉曼卡大學學院廣場 Patio de Escuelas。中間呢座雕像就係16世紀被譽為西班牙抒情詩歌之王嘅弗賴路易斯德萊昂 Fray Luis de Leon。 佢以前做過大學校長，因為堅持自己嘅學術觀點被宗教裁判所監禁過4年，但始終堅守自己嘅信仰並堅持文學創作。出獄之後繼續返嚟上課。講到大學最出名嘅，一定係正門外牆上面嘅青蛙雕像，傳聞話可以保佑揾到佢嘅學生逢考必過，所以好多遊客嚟到呢度都喺度揾緊佢，但其實都係學渣佬作出嚟嘅。呢隻青蛙其實隱藏喺右上方一個骷髏頭雕塑上面，真實含義係象徵放蕩、不忠同埋狡猾。趴喺骷髏頭上面嘅造型就係為咗警示學生，做人要規範自己嘅行為，否則唔會有好下場。正門上面仲雕刻咗天主教雙王同好多神話故事，仲有好多歷史人物。如果逐個進行解說，估計一日都講唔晒。薩拉曼卡大學始建於1218年，由萊昂王國國王阿方索9世 Alfonso IX 下令建造，至今歷經咗8個世紀嘅洗禮。作為歐洲重要嘅學術中心之一，薩拉曼卡大學係西班牙最古老嘅公立大學，亦係世界上歷史最悠久嘅幾所高等學府之一。建校以嚟，一直受到以羅馬教廷為首嘅歐洲上層階層大力支持，建立咗以神學、法學、人文學、文學、語言學為主體嘅綜合性大學教育體制，從中誕生咗無數嘅學者、文人同政治家。同時圍繞薩拉曼卡大學發展起嚟嘅薩拉曼卡古城，係卡斯蒂利亞文化同西班牙語嘅起源地，所以喺呢度你可以學習到最正宗嘅西班牙語。而家見到呢個庭院旁邊收藏咗一個超過500年歷史嘅穹頂壁畫《薩拉曼卡的天空》El Cielo de Salamanca。佢係15世紀嘅時候由畫家費爾南多加列戈 Fernando Gallego 用咗幾年時間先完成，而家見到嘅只係原來嘅1/3。佢原本係薩拉曼卡大學第一間圖書館嘅穹頂，除咗黃道12宮星座之外，仲有當時中世紀嘅其他天空星象。但係18世紀嘅時候倒塌咗之後，完好嘅部分被收埋咗半個世紀。直到1901年被發現修復完，先至搬到而家呢個位置供大家欣賞。而薩拉曼卡老城另外一個比較特別嘅地方，就係冇邊界。你睇街嘅左邊，先係一間叫做 Restaurante Cefalberto 嘅餐廳，
然後又有一間叫 Fit Discos de Vinalopó 嘅黑膠唱片鋪，最後仲有一間叫La Portuguesa嘅甜品店，都係老城區裏面非常有特色嘅家庭式小鋪。而店鋪旁邊牆深刻嘅 Louis Riquet 嘅文章係中世紀貴族嘅標記，即係話呢棟建築原本係貴族所有，而家樓下開鋪頭，上面住人，歷史同生活就咁冚埋一齊。至於點解話呢度冇邊界，因為再往前行幾步，右邊就係大學嘅課室，不如大家一齊嚟聽下老師講緊乜課。原來教緊中文課，聽落真係好親切。喺薩拉曼卡老城嘅心臟地帶，可以見到最標誌性嘅貝殼之家 Casa de las Conchas。呢棟建築成個外牆被超過300個紋理雕刻非常精細嘅石雕貝殼所覆蓋，係由大學教授羅德里戈·亞里亞斯·馬爾多納多 Rodrigo Arias Maldonado 喺1493年為咗聖地亞哥騎士團 Orden de Santiago 而建造，用咗24年到1517年先至落成。貝殼就正係呢個騎士團嘅標誌，代表住朝聖之路。而牆上仲隱藏咗十字、植物等石雕細節，既係貴族身份嘅展示，亦係中世紀嘅宗教符號。踏入貝殼之家嘅內院，裏面嘅設計都非常特別。下層拱門係由方形嘅柱撐起，上層就換成大理石矮柱，配上精緻嘅圍欄同埋各種唔同風格嘅石雕，又係哥特式同銀像風格嘅一種完美結合。呢座曾經做過聖地亞哥騎士團成員嘅住宅，而家已經變咗公共圖書館。當我哋行到薩拉曼卡呢個安亞廣場 Plaza de Anaya， 眼前出現一棟喺暮色入面泛住金色光芒嘅建築，佢就係薩拉曼卡新大教堂 Catedral Nueva de Salamanca。 佢嘅外形有好高嘅辨識度，因為一半係哥特式嘅尖銳，一半又帶住巴洛克嘅圓潤，係西班牙少見嘅混合風格教堂。從呢個方向睇佢個外牆，有好多好高嘅尖塔，每條都雕住精緻嘅花紋，似足中世紀騎士用嘅長矛。牆上面仲有哥特式嘅尖拱窗，窗邊嘅石雕纏住藤蔓同聖人像，每一個細節都可以睇得出16世紀工匠嘅細心。後面頂部嗰個圓潤嘅穹頂，上面由好多巴洛克風格嘅浮雕包裹住，同尖塔嘅銳利湊埋一齊，反而有種巧妙嘅對比。1513年，因為原來舊嘅羅馬式主教堂 Catedral Vieja 已經逼唔落越來越多嘅信徒，喺天主教雙王嘅資助下，喺舊教堂旁邊開始興建新殿。點知因為資金問題，一直到1733年先至完成主體結構封頂。200幾年入面，工匠換咗一代又一代，建築風格都由一開始嘅哥特式，慢慢侵埋文藝復興嘅對稱巴洛克嘅華麗，最終變成而家一半尖一半圓嘅特殊造型。如果你遊覽嘅時間比較充足，仲可以慢慢發掘一下大教堂上面嘅隱藏彩蛋。第一個就隱藏喺佢銀像式嘅外立面上面。呢度有超過300組聖經人物浮雕，經歷咁多年風吹日曬，總會出現損壞。因為西班牙文物修復中要求修舊如舊，但係修復之後又需要明示唔係原來嘅雕塑，所以跳皮嘅藝術家就喺1992年修復過程裏面
增加咗一個宇航員同一隻食雪糕嘅獅子浮雕，用嚟表示修復於現代，最終成為咗一種新舊藝術交融嘅象徵。第二個就隱藏喺南側拱廊上面。1755年，即係新大教堂完成主體結構封頂22年之後，因為里斯本地震導致南側拱廊出現結構性裂縫，東側玫瑰窗玻璃又損毀咗一半。喺19世紀進行抗震加固嘅時候，設計師專門保留咗地震痕跡作為歷史嘅見證。如果你哋揾得到出嚟，歡迎喺留言區曬圖話我知。我哋繼續往北面遊覽，穿過一個拱門之後，你會發現呢度同西班牙大多數城市一樣，都有一個城市主廣場。佢就係薩拉曼卡最核心嘅馬約爾廣場 Plaza Mayor。因為廣場建築嘅牆面都係採用薩拉曼卡特有嘅赤砂岩，你睇而家夕陽照射之下嘅幾個塔尖，好似黃金一樣金光燦燦。所以而家你知道點解薩拉曼卡被稱為黃金之城啦。西班牙作家烏納穆諾 Miguel de Unamuno 特別中意呢度，仲將佢叫做滿載陽光同空氣嘅心臟。其實呢句話一啲都冇誇張到，佢不單止係個廣場，更加係成座城市嘅神經中樞。因為薩拉曼卡所有主要街道、交通幹線最後都會通過廣場嘅拱門匯聚到呢度。呢個廣場從1729年開始動工，1735年完工，到1775年又完成擴建。幾百年嚟見證咗西班牙同薩拉曼卡嘅信仰、政治同埋經濟變化。過去呢度係集市，農民將新鮮嘅水果蔬菜、家禽牲畜喺呢度叫賣。呢度係鬥牛場，圍觀嘅人群將呢度圍到水泄不通。呢度亦係音樂同歌劇嘅舞台，演員喺露天廣場表演俾大家欣賞。而家呢度係薩拉曼卡嘅社交中心，無論係本地人定係外來嘅遊客，都會過嚟呢度散步，去餐廳、咖啡廳坐一下，傾下偈。西班牙嘅老城區裏面，當然唔少得售賣伊比利亞火腿嘅店鋪。呢間寫住 La Favorita 嘅店鋪就係典型嘅薩拉曼卡食品雜貨店，主營卡斯蒂利亞地區嘅傳統食材。伊比利亞火腿係呢度主打嘅招牌，仲有本地釀造嘅葡萄酒、罐裝嘅特色醃製菜同奶酪、手工製作嘅香腸同臘肉。櫃面仲有已經處理好細份嘅食材供顧客選購。所以呢度既係居民日常採購嘅社區店鋪，亦係遊客帶走薩拉曼卡美食嘅手信店。喺薩拉曼卡行咗成日，遊覽咗佢有800幾年歷史嘅大學、中世紀嘅教堂同修道院，聽過最正宗嘅西班牙語。無論係黃昏時分金光燦燦嘅建築，定係建築上隱藏嘅青蛙、宇航員彩蛋，都令我覺得呢度嘅歷史唔係冷冰冰嘅石頭，而係有溫度、有故事嘅。今次嘅薩拉曼卡之旅到呢度就要結束啦。如果大家想要更詳細嘅遊覽攻略，歡迎喺評論區留言，我知嘅都會同大家分享。下次再帶大家去更多有趣嘅地方，記得關注我。拜拜。